公民科喺試後活動嘅時間，帶咗我哋全級中四嘅同學去咗長洲體驗平安包製作。咁平安包呢，最初就係為咗祭祀安撫神明同孤魂野鬼而製作嘅，後來逐漸演變成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嘅特色食物。而家啲人呢，食平安包就係為咗祈求呢一個嘅全年平安順遂啦，係一個好有特色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喺工作坊入面呢，同學仔需要將麵粉搓圓同再壓平啦，再包住蓮蓉餡。同學仔仲可以幫自己嘅平安包呢製作各式嘅造型。喺等待平安包蒸好嘅時間呢，我哋就去咗長洲戲院多元文化園區進行文化體驗活動。喺度，同學仔可以走進電影拍攝體驗館內嘅唐伯虎點秋香等電影場景中，可親嘗擔當導演同演員嘅滋味。最後，我哋親自為平安包刻上平安兩字嘅印章，就完成咗今次嘅旅程啦。今次嘅長洲行，俾同學親身體驗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增加咗對文化嘅認識，提升咗國民身份認同，對傳承呢一個文化非常重要。